歡迎收睇無線7點半1小時新聞。今晚嘅主要新聞有：喺北京大風過後，氣温急升，有氣象站錄得今年第一個攝氏30度高温，比舊年提早咗半個幾月。由駐北京記者馬克西姆報導。北京最近半個幾月天氣變化莫測，繼上個月底落雨夾雪之後，上個週末迎來極端大風天氣82小時，最高氣温只有攝氏15度。隨住冷空氣影響接近尾聲，大風減弱，天氣晴朗，北京氣温開始顯著回升。據了解，北京南郊氣象台錄得氣温更加達到攝氏30度，天氣咁反常，市民點樣睇呢？不是，這是什麼破天？這也忒熱了吧？這個，您瞧，周末刮那風，我剛說把這羽绒服又拿出來，好家伙，今兒給我殺一回馬槍，你媽給我熱得跟燉的似的呀！我。北京氣象台預計呢一份超前暖熱係短暫，星期三開始氣温將會回落，建議市民採用洋葱式穿衣法，靈活應對多變氣温。無線電視記者馬克西姆報導。先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有其他消息。翻嚟新聞時間。